大家好，我係流馬車，啱啱喺全民造星被踢出局，都預咗今次參賽唔係為咗出名，而係想用我嘅方式將真正嘅音樂帶俾大家。但我發現呢個節目早已變質，今年參賽者多達740人，當中唔少係學生，年齡最細只有17歲。佢哋被灌輸一個信息：參加造星就可以一夜成名。但現實係，節目更關注外貌同人氣，而唔係真正嘅才華。我見過太多有實力嘅人，因為唔夠靚仔而被淘汰，而有啲人靠住明星家人或者翻版某某嘅標籤就可以輕鬆入圍。造星變成咗一個炒作平台，而唔係發掘真正藝人嘅地方。我唔係針對任何人，但係我想講，香港演藝事業唔可以再咁落去。姜濤係造星出身，佢嘅成功無可否認，但係佢自己都講過，成名之後係一場考驗，要穩定自己。呢個行業需要嘅唔係一時嘅光芒，而係長期嘅努力同訓練。我見到太多新人追求速成，忽略咗基本功，結果演藝事業越嚟越衰，觀眾都開始失望。我唔係想破壞任何人嘅夢想，但我希望大家明白，真正嘅成功唔係靠捷徑，而係靠實力。我會繼續做我自己，用音樂講我嘅故事。即使冇咗造星呢個平台，我都會繼續行，因為我相信真正嘅光芒唔需要任何人嘅認可。做夢唔應該變做造假，追夢唔應該變成就戰經。香港演藝唔係冇希望，但要醒。唔好再靠路像包裝過日神，唔好再信造星就等於成功。藝人係專業，唔係形象工程。表演係藝術，唔係熱刀遊戲。我唔係星，我係火。I sing, I fall。 你問我被踢出局夠唔夠？老實講，我唔嬲，因為我寧願喺呢個荒誕遊戲入面出局，都唔想做個冇靈魂、靠炒作上位嘅假人。少做假象，淨係留低真誠。應該變成就戰經。香港演藝唔係冇希望，但要醒。唔好再靠路像包裝過入實，唔好再信造星就等於成功。藝人係專業，唔係形象工程。